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6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大雨过后，医院蔡淑惠甲部分民众厝内出现淹水的现象，伊质疑是雨水甲污水分流设备造成。对此，秘书长李梦燕表示，有可能是水管接无好，或者是早期主体也未装设分流设备所引起，将会一一进行检查。连续落了几天的大雨，不但造成道路淹水，就连民众厝内也拢出现淹水的现象。医院蔡淑惠质疑是雨水甲污水分流设备所造成。用户接管之后，逢雨必淹，你车拢伫内底淹出来，怎么会这样呢？今仔日我做去，我当直接甲你讲，有偌济百姓因为用户接管因兜淹水，伊要去哪上讲？局长，你们有没有去检讨这个问题？到底用户接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应该是有一种状况，就是有一些雨污水没有分离的，那它平常是排污水管，但是下雨的时候屋顶的水也会透过那根管子流到污水下水道。那因为雨水比污水大好几倍，所以会造成局部的那个。局长。另外，医院蔡淑惠指出，管区合并进前排水沟清理的工作比合并以后加真济摆。现在大雨以后，阁是天高的自新的时期，所以伊呼吁环保局应该加强水沟的清扫工作。接下来好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登革热也即将来临，是。所以这种状况，我想你应该提早去防范，是，好不好？谢谢不要放尾固仔一步啦。然后你就讲说重点淹水，今麦天气吼一定乱去啊。无什么重点淹水，不会淹水的地方可能也会淹。对此，环保局回应，清扫能力甲频率，伫管区合并以前到今拢无改变，并且针对重点积水区域，伫每一档至少拢会清理一摆。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针对违规停车为外拖吊的政策，议员洪玉凤指出，中西区真侪店家外面拢无维设停车位，对业者来讲非常不便。议员希望交通局会当做好配套措施，并针对拖吊车司机的驾照做全面清查。针对市府违停为外拖吊的政策，议员洪玉凤指出，海岸路附近一带有一寡商店外面拢无维设停车架，即使有摊商将车停落去地下停车场，但车顶的货柜却被偷摕走。议员洪玉凤希望市府伫要求民众守法的同时，也爱先提供充足的停车位，若无将会引起民怨。咱要求百姓守法，但是咱无予伊足够的停车空间。甚至伫咱的政府的规划内底，咱嘛莫去看到讲，你是毋是有一寡空地会当鼓励这地主提出来，互人做停车的空间？那么政府除了地价税的优待以外，咱还阁有啥物款的诱因，互人愿意来配合咱市政府啊？甚至有一寡公家的停车场用地，政府也无愿意去甲伊兴建。莫阁讲到私人的，你讲奖励民间投资，你政府家己都无做啊，民间人要靠安那样啊做？所以，亲像安尼情形下，嘛感觉讲你甲老百姓开红单，你等于是不教而杀嘛。同时，议员也要求交通局全面清查拖吊车司机的驾照，强调要有合格的货车执照，才会当避免未来伫执行拖吊作业时产生更较侪问题。拖车当头我家己大路顶悬咧迄个行驶，是比伫迄个工业区，伫迄个海边啊，迄个拖车更较危险的啊。所以也有人主张说要用连接车，但是至少他要有货车的执照啊。这个司机伊爬上这个拖车要出来要来拖吊的时阵，边仔坐的是咱的警察。这个司机伊到底有合法的执照啊无？在上咧看。对此，交通局回应，将会要求业者对拖吊车司机的驾照进行把关。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
由中央补助规划的西港区外环道路，原定104年底发包施工，到当因为这部分征收问题再提修正。对此，议员蔡秋兰希望会当赶紧核准施工。另外，议员也要求农业局针对7个将军地区被维修保育湿地来提出相关说明。针对7个将军盐田被中央维修保育湿地，地方农烦恼会影响渔民甲区域发展。对此，议员蔡秋兰建议市府想办法暂缓，也即是要有相关配套措施，并要求农业局提出详细的说明。湿地有足侪乡亲唔知影讲叫啥物叫做湿地啊？也佫有足侪乡亲无了解。当然，这案件伫咧90几年已经有大部分的通过。毋过，我是要建议讲，咱市政府有关单位，咱是毋是会当来甲伊暂缓，还是讲有较好的配套措施来暂缓，互阮遮的乡亲、遮的渔民有较好的生活。一般的湿地就是讲重来之使用，就是讲你原来咧插鹅啊，你原来咧这掠鱼啊，还是这相关的，这拢是应准的行为，这应准的行为原在咱这个农渔民原在会使安尼照安尼来使用啦，当然大家对这湿地这个开发有不同的这个讲法啦，甲有不同的见解。另外，被环保团体等单位以不当开辟迫害农地等理由反对的西港东外环道路，对当地居民来讲是连接市区的重要道路。议员蔡秋兰借着这个机会，也关心该工程目前的征收进度。再厝的搁修正，对着咱地方非常的不利啦。我感觉我非常的担忧啦。虽然征收已经差不多征收差不多有9成。市长，差不多1成通啊，还未征收啦。这地主已经有90几%摕到这个经费啊，剩4%到5%的人，伊无赞成协议架构，所以根据法律，咱一定要送内政部征收计划要通过。后一边我会请颜顺做副市长带队。但新闻站山林根参报道。台市有丰富的水药资源，也是从事水上运动的好所在。不过因为暑假期间升水，也是发生意外的高峰期，所以市府教育局特别提前扩大宣导，呼吁民众避免前往危险水域，同时先设立水域安全网站，让民众会当查询相关资讯。打电话。正下国小学生的舞蹈除了青春活力，上特别的是，一旦不小心发生饮水，就应该如何应变的考决，叫深抛滑用于舞蹈当中。另外，在大学跳戏学生嘛，以这5字决当中示范表演如何正确救人甲自救的做法。其中上个要紧就是千万唔通冒险来追救人。他在溺水的时候，还处于紧张的状况。紧张的状况，他们会用力的想要拉扯，想要往上爬。所以，如果我们在救他的时候不小心自己没有站稳，很容易我们也会被拉下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赶快去旁边找长的树枝或者是竹竿，然后伸到他手可以摸到的地方，然后再慢慢的把它给拉回来。可是市府教育为了提醒暑假期间嘛是发生饮水危险的高峰期，所以今年特别以行动活泼的方式来宣导，会中副市长有危险水域唔通去等6大提醒。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有几点特别要注意。第一个是这个我们危险的水域呢，我们不能去。第二个是呢，要有合格的救生的地方，我们才去游泳。第三个就是酒后跟饭后不要去游泳。那第4个呢，心情不好也不要游泳。那第5个呢，水域太冷也不要游泳。那第6个呢，要游水之前，要戏水之前，要先暖身，让自己的肢体能够暖身之后呢，血液的流动比较好一点，整个关节比较软一点，再下去我
我想避免事情的发生是最重要的。同时，今年市府嘛新设立一个台市水域安全网站，要让市民对当中知影倒一搭是热门的水域，是有救生员等防护设施的，才当算得欢喜个安全。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桥军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中英法基金会甲中英海运共同发起领用搜救犬活动，12号上午伫大塘中英酒店举行，包括基金会执行长、海运董事长，以台湾精英国际搜救协会理事长、甲昆山国小校长等贵宾共同见证这项活动。伫昆山国小弦乐团学生演奏《不可能的任务》主题曲乐声当中，领用医师主角桑尼搜救犬，慢慢为饭店大门进入会场，接受中英法基金会领用，并称上向真应有的工作背心。基金会也聘请桑尼担任防灾教育大赛。这次我们了解了民间搜救队的辛苦，所以张荣发基金会呢才决定要来帮助他们。我们就资助这个民间搜救队，给他们一些训练搜救犬的相关费用，包括训练、保健、医疗还有装备。那我们还特别认养了在这个很多国内的救灾里面的立下不少功劳的搜救英雄就是搜救犬Sunny。我们要邀请他担任张荣发基金会的防灾教育大使。未来呢，我们会安排这位大使呢到学校去进行这个救灾的宣导教育工作所以Sunny是任务很重大我相信小朋友一定很喜欢他。在今年2月南台湾大地震当中，Sunny也第一时间投入搜救行列，是救灾当中唯一民间培训的搜救犬。这次有民间企业甲基金会领用。台湾精英国际搜救协会理事长张斌表示，希望借此抛砖引玉，让更较多企业愿意领用。张荣发基金会一向爱心不落人后我们基金队我们搜救队对于在搜救这一块一路走来这么多年，碰到很多困难和辛苦我们也很感谢张荣发基金会能够给予我们实质上的支持。希望我们各界能够记得这次张荣发基金会的抛砖引玉能够持续给我们搜救队更多的实际上的支持，还有精神上的鼓励。长期关心各项公益事务的中英法基金会，这次结合中英海运，头一摆领用搜救犬。而知影Sunny这次救灾受伤了后，首次复出。海运董事长张振勇也特别致敬一领多功能的吊挂背心，现场去未少民众烧钱甲救难英雄Sunny翕相。电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推行10档的关键语言奖学金计划，今年首次将台湾纳入华语进修的地点，同时选定新大成为唯一签约合作的单位。该计划在上午开幕式以后，将展开为期8礼拜的课程，期待让这群学生融入咱的社会甲家庭来学习，真正成为未来文化外交大使。
这摆来到新大学习的这20位学生，分别来自全美国20间无同的大学，嘛拢是美国国务院培养外交专业人才奖学金遴选，并且该奖学金计划推行10年来，首次甲台湾合作，并且选定新大作为唯一的签约学校，嘛互这群已经有中文基础的外籍学生有真深的期待。我已经学中文学2年所以我知道我想我的中文水平提高，我需要去台湾还是中国学在台湾以后，我已经知道台湾人很礼貌他们都是很对外国人很好所以我跟他们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去年我在北京住了6个月我非常喜欢学中文，可是我想学在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台湾是非常好非常漂亮的国家，所以我想来。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来这边学习？我觉得台湾人很友好，我也觉得这儿的生活也比较好，所以我喜欢在这儿学习。当年新大国际处花艺中心伫未来8礼拜都要准备上会课程甲陪伴学生，嘛邀请有心家庭来接待，进一步互因融入台湾文化，未来真正成为文化外交大赛。所以各位，你来台湾学习我们的正体字的语言，常常会有文化的意涵给你们。你们学的这些华语，以后回去都是我们美国国务院选出来的优秀人才。你到各国去处理一些 foreign affairs 处理了一些外国事务，你也要用你的华语来应付、来对答。你们就是最杰出的外交人员，最杰出的外交特使。会中副市长颜顺泽嘛代表市长甲全体市民欢迎这群学生，同时借机会宣传台南，希望成为因第2个厝。台南人，我们今天20-30个，这20个这个整个这个交换家庭 homestay 其实他们都代表了台南的热情，所以很多人说台南的食物会黏口，吃了就还要继续想要吃。那台南的土地会黏人，你住了就不想离开了。第3个是台南的心会黏人。会把台南人会连心，你会觉得台南人的热情所以我相信呢，你来台南这8个礼拜当中，你会认为你一辈子都是台南人。台湾甲美国合作办理课程，除了让世界建立台南，嘛建立咱的家庭，进一步增加台美友善的关系。台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大安宁病房为1998年成立到今已经18年，长期伫遮服务的团队伫18周年之间举办了感恩活动，借此向所有观看者以及支持安宁病房的人表达感谢之意。新大病院元恩病房以安宁疗法18年来陪伴济癌症末期的患者，有尊严的行过人生最后一段路。医方也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多了解缓和安宁医疗的重要性。那么缓和安宁的那个就是说怎么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程，那么让他好比如说他的病痛解决，那么他一些生理上的需求得到能够就是得到一个满足缓解。比如说像我们有缓和安宁的这个卫浴设备，很多病人在生命末期渴望着能够好好洗一个澡，那在我们这病房里面就能得到。那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心灵上的我们有各种有社工师啦，还有我们很宗教师能针对病人这个他信仰上的需要，那么给他让他得到抚慰那当然同时最重要就是病人在生命他的比如说身体上的清洁啦，或是他的一些这个每天的
饮食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安宁医疗并无代表放弃医疗，对于负责照顾这寡生命行到最后的护理人员来讲，因拢是尽全力照顾每一位病患。好，那如果说有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病痛，就会交给我们医护人员。那心理、社会、灵性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带着家属一起来，跟病人他们做一些沟通互动，好，然后让他们能够。让病人能够善别，然后家属呢能够善生，然后呢家人呢能够一同的度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团队呢，除了提供全队的照顾以外呢，我们呢又有提供全程的照顾，像针对一些哀伤的家属，他们丧亲的家属，我们呢还会后续的追踪他们的一个调试的过程。新台病医也邀请社会大众做伙来了解安宁医疗，用心去体会一寡生命的人生故事。台湾新闻网找采访报道。根据统计，8%的民众有挖喙齿的习惯，其中有7成的患者各有精神压力的问题。医师指出，虽然现在佫唔知影挖喙齿真正的原因，不过从咬合板至少会当先减少喙齿磨损。都是配合心理咨询，相信会有较好的改善效果。医生表示，正常咱咧困的时，肌肉放松，喙齿是微微开，并未互相接触，更未夹条条。参照这名个案的喙齿，甚至连磨甲平平，真正足离谱。医生强调，虽然造成磨喙齿的原因也无明确，所在就是统计起来有8%民众会磨喙齿，其中有7成患者拢较到紧张，起来受压力问题。只是那种咬合板虽然只是治标，不过直接当大大减少喙齿的磨损。磨牙在国人的族群中，大概有8%的民众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那目前会造成磨牙的一个原因，目前还是不是很清楚的一个机转。那目前知道可能好发的一个族群在年轻人，或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抽烟、咖啡因的一个消耗的一个族群之中，或是对自我要求表现比较高的一个族群中，是比较常发现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在磨牙的一个原因不明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也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疾病，例如来讲，像是头颈部的一些疼痛，甚至是因为牙齿被磨耗之后所造成的一个不美观跟敏感的一个情形，甚至咬合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一个状况。医生进一步表示，目前治疗用安眠药或是肉毒杆菌等等，其实拢也无明显的效果，所以透过心理咨询、求助精神科或是解分、撇便、加比、啉酒等等，定得有相当程度帮助。但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乌阴底渐雨，也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5度到30度，落雨几率6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6月13号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